是一个国际象棋的棋盘，那么它一共有64个格子啊，有32个是这样的浅色格，那么有32个是这样的深色格。那么在棋盘上呢，我们会用字母，首先 A B C D E F G H 来标记棋盘上的这些纵线。那么我们还有这个数字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来标注棋盘的横线。那么当我们用纵线和横线一起使用的时候呢，可以标记棋盘上的格子。比如说，当我描述这个格子的时候，我会用这两个E 和数字3来表示这个格子 E3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格子，我们会用字母 C 和数字7来表示它是 C7格。那么这个格子它是 H8格。那么我们用这些格子呢来记录棋子的位置。那么我们一般呢是把字母放在数字的前面。